你觉得怎么样的人算是好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回头审思自己的 prejudice， 完蛋了，中文是什么？优势 prejudice。偏见应该说两种都有嘛，就是自己因为在社会上某个位置，所以视野会绝对会有所偏见，就是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可以被点出来的时候，或是平常生活的时候，可以回头反思自己有的偏见，或是自己有的优势。哇，我觉得这个蛮难的，但是真的是能做到的时候要做一下。假如说我是汉人好了。然后就是，假如说我平常在讲说什么我很穷还是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会知道，如果在看到一些可能原住民贫穷类的新闻的时候，就是不要跑去底下贴脸开大说啊我也很穷，这跟汉人原住民有什么关系？就是不要这么做，因为它背后有一些结构的原因嘛。那当就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往好人的路上更进一步。有成长性真的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包含我觉得哪些人可以成为朋友。对，我也比较想跟好人当朋友，但的确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缺乏那个成长性。对啊，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擅长找自己的问题。对啊，其实有时候是有些人会自己找，然后有些人是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有些人生的境遇之类会改变，然后有一些是可能被点出来。那就算是你很钝被点出来，如果愿意改的话，我也会觉得就是好人。但是就是如果不愿意改，或者不愿意留一点点改变的可能性，就只是会反过来吵的话，我就会觉得就觉得那你这个人就这样了。我也的确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对，但有些人好像永远没办法察觉到这件事情，或是他不在乎，就真的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然后他不在乎其他人有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压迫。还有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无视一些脉络或结构上的事情，就是单论一个人努不努力来断定他成不成功嘛。所以假如说糟糕一点的话啊，我的学院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如果极端一点的话，可能会有这个言论是说，可能英文不够好，那就代表你没有够努力在学英文。那他的那个就是有成功学好英文的那个他们认为那个更努力的对象呢，其实他们可能有绿卡，然后或者说就是有高等真的是很精英教育的背景。那就是这样那么大的差距，真的是我不努力可以盖刮的嘛？我觉得就是很忽略现实，所以我觉得要把结构的现实考量进去，然后特别是自己站在结构的优势或是拿了红利的时候，就更需要内心，没有的话就很容易伤害别人。比如说有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低，然后就只能做一些也很难，可能也很难阶级流动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收入不高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全部就归咎于他不够努力，但有时候就不是啊，就搞不好他家很穷，然后他有那个生病的双亲，他没选择，他甚至没办法选择读书，他只能先去打工，尽可能还钱。有人说到厌蠢症快发作，我确实很多时候会偷问一下，你会有厌蠢症吗？我吗？就是我会皱眉，然后到我忍受极限的时候就绝交。但如果是催的话，我就会直接关掉这样，或是如果我心情比较差，或者心情比较就是在一个心情极端状态，我可能会截图给同温层一起嘴。啊，这我对，躲起来偷骂，对，没有这个叫那个啦，案例讨论啦，没有偷骂，没有偷骂。学术研究。对。我确实也蛮常会有这种厌蠢的时候，但可能我想比较多，然后我就会想说，我比较了解这个问题，或是我比较有这些意识，我就因为这样去讨厌不懂的人，是不是也有一点傲慢？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我能量低的时候也不会想那种事情，能量低的时候就是关起来。我觉得其实是可能发文的时候还是看得出来那个人他是就是真心的不懂想知道呢，还是就是他自以为他懂。那我觉得自以为他懂那种没什么好讲的，就透出一股傲慢气，但其实很多东西根本就没看到。这种就是如果你还要花时间跟他吵的话，其实就是白费心力，而且多费心力。就他可能也没有想要听你讲，他没有想要改变。对啊，他只会反驳你。有时候是这样。对，我觉得大家如果多在网络上多碰到一些之后，就会分得出来了，然后你就知道哪些人不值得你花时间。你现在就是把网络言论都当成平常在读的东西文本分析这样。
好像不错直接转换这个心态吗？文本分析习惯之后，看个新闻啊，还是什么网络文章或者什么萃文之类的，就会开始讲说啊，他这个态度，然后可能你还要再爬一下前面几篇文，可以证明他应该是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结构内化厌女，然后但他是想改变的，只是他那个用语还是很这样。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然后精气神又够的话，说不定就会想说发一篇文讲一下。或是留言讲一下。哇，你是真的在案例分析，然后真的在解决问题。真的在分析，但其实我很少精气神够到去开导，或是去分享知识给网络上不认识的人。我觉得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是要在一个你的那个精气神状态整个好到要满出来的时候，才会想做这件事。真的，你就想到来做一下慈善吧。对，不然平常就会想说啊，你又没付学费，关我屁事。对啊，对，真的，你要耍笨自己去笨，没有想帮你。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累积这些知识或是省思，也是很靠我自己的时间跟以前惨痛的经历，是我自己领悟出来。那就如果我免费教别人，然后还可能会被反过来咬一口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在网络上失望的经历太多，所以就不会想要主动做这件事。对，我觉得要有自己的一套正义，然后要去身体力行。就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有些人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但什么叫正义呢？我觉得至少就是你心中会有一个标准，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事。但有些人心中是毫无标准的。我觉得尤其是最近有一些讨论可以感觉得出来，有一些人，我讲直接一点，不同的党派做一样的事情，有些人会产生不一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没有一套就没有标准，心中没有正义的一个体现。对，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价值，比较像是我觉得网络上真的很多人就是会为了反对而反对。我觉得这种人在我眼中就不算是好人。但我觉得跟你说的也是有点关联，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心中是没有任何标准的人，你可能也很难去自省或是自我提升啦。对，确实，核心价值是你很难全包嘛，就一个人他很难又在乎人权，又在乎环保，然后又在乎什么经济发展，就是很难这样全包。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找到自己真的很在乎的事情，然后去看多方不同的意见，对，然后尽可能找到就是一个你可以在日常中实践，然后或是拿去分析事情的方法。我自己是我觉得是有自夸自己是好人。我觉得也合理啊，就是我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我应该自己也会试着符合我认为那些标准。对，应该不会故意想当坏人啦。是，或是我就故意决定很好，我从今以后我要没有核心思想，那个玉溪讲什么我就一律反驳。真的是来吵架。应该是。你说啊，今天那个还没吵起来，节目效果还没做，赶快吵一下。有的地方吵就赶快吵。我觉得不是像这样吗？先反驳。成功！我刚还想说，我刚刚想说，我不就顺着你的话讲，然后结果你还反驳，然后当然你现在正在演示反驳啊，那我觉得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反驳是不用思考的，他先反驳再说。总之先说一句，我觉得不是这样。对，剩下的其实不重要。哇，我突然可以体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轻松的。可是我确实常常觉得有一些人很明显就是一直在重复着做的一些不用动脑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你对某些议题不关心也没关系，那你至少不要评论嘛，不要碍事。老实说，不关心的话也不要碍事，然后不要望文生义，觉得自己是专家，然后尤其什么做人文社科都是笨蛋，发明一些没用的新词之类的，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超要命的。或许可以让这种人体验一下，就是你先看一下他的专业领域是什么，然后开始反驳他。没有那个微积分啊，就是不就算一算几秒就能出来了吧？或者那个什么 debug， 不就你把键盘敲一敲，然后这有什么难的？对啊，我随便按一按也会。还有什么虚数？发明虚数干嘛？看不到摸不到，虚数是来骗学费的。人文社科都乱创名，真的超常听到的，超常听到。就是自己不了解就硬要先，我觉得也算是逃避自己的问题吧。就是他好像他如果这样相信的话，他就可以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不懂的都是人家乱创。不是啊，我应该很常也听到这个什么
不要创造一些奇怪的台语字，用的也不是你在用，意见一堆哦。如果你对人文社科一些那个比较你不懂的名词，你觉得不想了解的话，那你就不要了解就好咯。我觉得就是默默的划过，你就交给专业的，这是一个美德，会有人需要的。就算你不需要，还是会有人需要。对啊，不要说人家在乱创名词，那就是单纯人家浪费研究经费，不要这么说。我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性骚扰这个词，它原本是从社会科学界、社会科学场域跑出来的。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就想说啊，你受到性骚扰，你就赶快去告，然后或者什么不同性别都有可能会受到性骚扰。这个我们现在觉得是普世观念，然后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啊。他一开始也是学术界冒出来，那如果当时那个研究者就是一直被攻击，说你不要乱创名词啊，我不给你经费咯，那现在搞不好我们就没有这个词的保护或是启发。有时候这些名词还蛮重要的，就是没有名词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描述一件事或发展那个论述。大家要有点耐心嘛，就是不要嘴人文社科人创名词。我觉得毕竟人类的思想还是在进化中的，所以势必会有很多概念是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想象不到也不知道的，像什么情绪勒索这个词几十年前可能也不存在，但是现在大家很常用，然后还觉得很好用，那就是它可能有被发明的必要。